镜头转来咱国内，总统赖清德昨天启动团结国家10讲，头一场的重点，伊强调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相无隶属。会后，民众党讲，唔通半暝钻头路，天光无半步，花口好不如就认真做。也咱南洋昨天开始反罢免的造势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，赖清德的10讲根本是要消灭在野党。团结国家10讲，今天第1讲是国家。总统赖清德启动团结国家10讲，第1场伫咧扶轮社联合例会进行，用国台语穿插方式对历史开始讲起。全场45分钟，其中也引用旧金山合约强调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任何一天。中华民国、中华民国台湾、台湾都是我们的名字啦，都是我们国家的名字啦，都一样响亮啦。无论用哪一个民族称呼我们，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。民众党团伫咧会后发文的声明讲，若要伫咧遐画10遍空泛的口号，不如做较实际代志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口说，团结国家10讲是斗争10讲。为了促进台湾社会的和谐，我非常乐于跟赖总统针对人民关心的10件大事公开对谈。大声喊口号，国民党启动反罢免造势活动，第一波有24位南亚立委面临着罢免投票。党主席朱立伦伫咧回访湘北，一早起先到新北替南亚立委张志伦徛台，下昼到台北替5位南亚立委造势。伫总统赖清德的10讲，朱立伦是积极是咧替大罢免造势。我不知道总统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团结台湾，还是为了团结他个人的权利啊？只为一人之私、一党之私，就要想消灭在野党。民进党的党工作也启动协助罢免南亚立委6件。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到台北市上港市场宣扬理念，强调会尽全力协助全台湾公民团体大罢免的活动。就算是抑阁伫咧保境的5件南亚立委罢免案，也同款的尽全力。面对7个日当第1场罢免案愈来愈晚，那力拢有关党员的力量，攻防战愈拍愈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